全氯乙烯蒸氣管理指南。最重要的單一因素是通過適當的擁護和充分的通風嚟限制工作區域大氣中全氯乙烯蒸氣的濃度。以下是全氯乙烯蒸氣的控制指南。1. 遵守工作場所標準和當地建築規範。2. 旨在最大限度減少全氯乙烯損失的操作程序。3. 設備妥善維護，避免洩漏。4. 每個乾洗庵必須有書面的疏散計劃，詳細說明程序和員工的責任。5. 日出和洩漏立即清理，所有人員均經過培訓並穿戴防護裝備。6. 確保工作區域有充足的新鮮空氣供應。7. 所有設備通風，特別是排氣通風，功能正常，保持良好狀態。當洗衣機斜線烘乾機的裝載門打開時，應將空氣吸入機器中，以防止蒸汽溢出。8. 當對蒸汽濃度存在疑問時，應定期對設備周圍的呼吸區域進行空氣分析。9. 所有員工均接受過全氯乙烯安全處理培訓。10. 應遵循檢測洩漏的例行檢查計劃。11. 用於檢測洩漏的個人被動採樣徽章、採樣泵或直讀指示管。